新聞頭起先來看這台中烏車早暗6點外，受這隻轎車經過中華路的時，那像是這車速傷過緊兵車，車頂有3個人，駕駛甲一個乘客死亡。原來活落來迄個乘客是驗出毒品的反應，警方會繼續調查，看這駕駛敢嘛有食毒。另外，當日啊，這中華保險分駐所姓陳的所長是去予一個食毒賽車弄到大院，法院裁定無報請回。不過，這駕駛說是走去病院，講是要甲人講和，引起家屬驚嚇。再去中華電院登開羈押庭，裁定這個姓施的駕駛有放性羈押。電甲翕到烏色的轎車失控，規隻車並去零件刷到龜頭骹，迄時嘣一聲真大聲，就有人趕緊出來鬥相共。原本車頂兩個攏過叮當，啊，殘的迄個無叮當，因為迄個救護車來，救護人員還沒到，我們也不敢亂動。剎車啊，可能2台車子在競賽吧。哎呀，緊急剎車這樣。救援人員用破壞器具夾掉佇咧車內查甫人救出來。昨日暗時6點外，這隻車經過台中烏車中華路一段的時陣，疑似和另外一隻車佇咧比速度，了後煞失控，弄到路樹甲邊的車，造成姓柯的駕駛甲另外一個姓陳的乘客當場無喘氣，送去病院宣告不治。因啊車頂另外一個姓陳的乘客意識清楚，毋過喙軟塊胎所驗出毒品陽性的反應，警察嘛佇咧車內敲到疑似起亞粉。一名男子駕駛自小客車沿中華路北往南方向行駛，因不明原因失控後撞擊路邊車輛後翻車。本案將依規定製成相關資料，移請交通警察大隊分析研判肇事原因及責任。警方表示，煞尾會請檢方驗毒，確認這個駕駛是毋是有食毒賽車。也那彰化佇咧測試發生一個警察局的所長去互食毒賽車的查甫人弄受傷。彰化地院裁定這個查甫人無報請回，引發外界議論。彰化地院12透早登開羈押庭，彰化市長林世賢嘛來彰化地院応驗。已經危害執行公權力的嚴謹，造成重大傷害了，所以他不應該再被無保的請回。台中高分院佇咧看彰化地院裁定了後，認定確實有不當的所在，撤銷而且發揮經裁。也那彰化地院登開羈押庭了後，裁定甲這個涉嫌食毒賽車弄警察的查甫人移放性羈押。家屬表示尊重結果。記者綜合報道。